彌陀佛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分享聖尊蓮生活佛文集第21冊靈魂嘅超覺嘅精選篇章。蓮生活佛文集入邊嘅精選篇章第21冊靈魂的超覺，聖火不滅。喺印度有一種好古老嘅宗教叫所羅門教，佢可以話係最早期嘅宗教之一。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，其實佛教入邊好多道理都係從婆羅門教嗰度演變出嚟嘅。婆羅門教啲修行人有一種講法叫拙火上升，意思就係話靈魂會升起，呢種係靈魂活動嘅一種方式。佢哋認為靈魂會有兩種活動，一種係喺身體入邊活動，另一種係離開身體活動。體內嗰種叫小乘法，體外嗰種就叫大乘法。體內運作就係普通人世間修行，體外活動就係出神，甚至可以講係得道。不過呢一切有形有相嘅嘢，最終都會喺大地上消失，淨係得無形無相嘅靈魂，先至係宇宙真正嘅主宰。我自己研究靈魂，用自己嚟做實驗，發現靈魂有一種我叫做靈因子嘅存在，佢係一種唔生唔滅嘅現象。如果冇外來力量或者自身啟動，佢就會係靜止狀態。呢啲概念其實喺量子學都可以揾到啲蛛絲馬跡。靈魂嘅傳播有自己嘅頻率同周率。如果你將呢種頻率固定落一部相機度，其實係可以影到靈魂嘅形象。只要成功咁做，就可以證明靈魂學唔係亂講。只要一個人好似啲瑜伽大師咁，將自己嘅靈魂由海底輪升上去，到達思想帶，可能就會見到自己前世，甚至記得返自己前世嘅事。呢種能力就係人哋講嘅宿命通。古今中外都有好多人有呢種本事，而且經過查證，啲資料都係啱嘅。所以話平時人喺出世之後，靈魂會變成靜止，人死咗之後，靈魂就會掙脫守護神嘅束縛，慢慢甦醒過嚟。但每個人甦醒嘅時間都唔同，係根據靈律去流轉。靈魂會被業力推動，冇辦法自己做主，就咁一輪一輪咁轉落去，永遠冇停。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神奇，好似水咁，可以變氣、變雲、變雨，再變翻水，循環不息。人都一樣，一時卵生，一時胎生，一時濕生，一時化生。呢啲都證實咗六道輪迴係真有其事。有一次，有位好靚嘅小姐揾我，佢30幾歲，未結婚，住喺彰化，家庭好富有。不過奇怪嘅係，佢感情一路都唔順，每次好似就快成功，就會同男朋友分手。佢問我原因，我幫佢一算，發現原來佢守護神就係佢前世個老公，因為太愛佢，仲有啲妒忌心，所以下世變咗做佢守護神，唔俾其他人接近佢，連婚姻都破壞埋。佢偶然有出家念頭，其實都係守護神喺背後搞震。佢問我可以化解咩？我話冇得解，每個人得一個守護神。如果佢想你出家，佢就會破壞你姻緣，冇其他解釋。我再話我佔你命運，遲早你都會出家。你有個姑媽喺桃園鳳山寺出家，係嘛？佢嚇一跳，係啊，唔知我點解會知？我話
唔使奇怪，係你嘅守護神講我知嘅。我指住佢頭頂，佢頭上企咗個守護神，可惜佢睇唔到。好多人覺得人生唔公平、唔平等，但我唔覺得呢啲係太狹窄嘅睇法。靈魂本質上係平等嘅，但如果你淨係睇眼前，當然覺得樣樣都唔公平。所以我話唔公平嘅，再一次唔公平，其實就係公平。呢句就係業力法則嘅體現，亦都係聖火唔熄嘅證明。人一生好多時都會受到靈魂干擾，命運似乎係注定咁，但其實命運都可以靠自己去開創，呢點真係好重要。如果你冇能力去開創，只會跟住命運走，咁你就會變成命運嘅奴隸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蓮生活佛文集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下集再見啦！